满街多彩看戏分啊！我在念下。这里等你。你又要抱小姑娘去跳水啦？哎，天黑了，我还跳啥个水？下有老爷回来，我却不能再来了。哦，那么你求小姑娘好好的等等。等等，我去看戏了。哦，我看戏来找你啊。去吧，去吧。进屋，快开开门。
了，我家在红灯好走路。姑娘，你快开门，快开门！万岁御赐之恩，送与
你快些啊！金光，金光，来了！阿爹，侬困死啊？弟呀，看好戏文，又到小弟当了无趣，还带回来2本戏文，今晚要讲给你听听。阿爹，先困觉，戏文嘛，明天再讲吧。我不会一无趣，讲完2本戏文是困不着的。哎呀，那你快讲！不要留。
运不好。哎呀，手起擦，家前来到继父家。门没关。哎呀，继父啊，继父，困死了。我走外上头去。哭啊！耶，我还没想他家就叫哭啊！进屋，进屋！三爷，是娘舅，娘君啊！娘君！哎呦，进屋，可是那阿爸爹打侬，阿爸爹没有打我，干嘛是骂侬？也没有骂我。哎呀，没打没骂你可个啥嘞？好在啊！娘君，啊，你有什么事？聪明人不用问，娘舅还是路上不？可是输光了，又来接亲。呀，爹呀不错，像侬讲不晓懂的啊，娘，没有眼见。俺们加点出钱个东西去做做档案。娘，嘎小气，我自己来走。哎呦，好多一只龙虾嘛！娘君，娘开，娘开！哎呦，里面一定有值钱个东西。娘君，哎呦，家中啊，说不定有大元宝。哎，是个小医生，躲到乡里做啥？啊！哎呀，起来，起来，起来！啊！是你！娘君，娘君，娘君！哎呀！哎呀！他是当朝丞相，命根子，皇帝发上官去，哎呀，升官去！哎呀！你说他我也向你泪就情，赶出去没有一人会相信，会相信。娘娘，他的平儿龙凤送，你是公子送你听经吧，真是你奸贼起义，谋生命。那怎么办呀？就是包公来生，也这样生。你父女要帮忙搭上两条命，两条命。天哪！千万不要搞生哭，快将龙母说带回去，我去唤你爹。哎呀！公子，请奉与你没有原文，出龙凤手，还请你。在哪里？在哪里呀？媳妇，小姐人的哎呀，媳妇，现在不是当女儿的时候，快将尸体带到山上安葬。啊，对，哎呀。一
奉了都堂令，连夜就启程，替我解开难城。慢，方才听得一声巨响，先找找看。是。大圣，里面有神。常有奄奄一息，大圣，救救他吧！好，快把他扶到船上去。是。开船喽！人不见了，哎呀，不见这就算了。哎呀，继父，走。啊，就是他们。哎，喂，我家公子呢？刚才我在想，现在不见了。啊，对对，哎，你，大圣，哎呦，哎呀，对，到我要上去。大圣，哎呀。不想有阴兆，只想讲清爽。越想讲清爽，越是不清爽。拜见多拉呀！你们可曾是这只瞎子？好，是，我们家的，带回去。他断掉你们快将每位公子会师秘籍之事，从这里找来，从这里找来。多了呀，林公子多呀，令我马上入房中，他害怕被我继父发现，自己躲进这巷子里，不小心嘛，闷死。他的语气哪里啊？有道理啊！那我们喂，来就回来。金山落得虚，家境贫寒，定你们结在其阴谋害公子，将他葬龙香。多老爷，小人家山平安，缺守本分，就不做伤天害理之事。我们奴才在哪里？才倒是没有啊！那我们喂，可样子不到半字，不会造成。来呀，与我打！啊！哎呀，多老爷，多老爷，多老爷，两月不好，老爷凶狠。
青丝扎下龙凤锁，他要我鸳鸯锦作为凭，我们俩婚姻只是刚约定，这时候看戏的弟弟最为疼。那回来吧，好是糟糕的。哎呀，光乱中，公子多情龙虾。须当老将的查测情，来呀，将此三人看手尽，查明夜堂贼身。林李夫人到，哈！哎呀，哎呀，有气！是，有气。往生的情啊，往生的情啊，相扶的永要我儿，夫人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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老的根啊！
据金山之语，秦武公道，正月15是的家等为民，去亲自看。儿乃丞相之子，君子女也，怎会向宦门求亲？这是他的一面之词。不过，少男寡女，无法灌酒自己，忘了门第，也是有点。那你说说，那个小先生他玩是些什么？哦，据晋武公道，此地与他定情之时，正好继父回来。是的，他的精神分裂，所以世界都这个隆重，不小心嘛，蒙上。这个你也相信？这个也是他的一面之词。够了！这案情明明白白，何用听他一面之词？分明是这妇女谋财害命，谋财害命！不，才是谋财，是的为得财呀。那龙凤手却是无家之宝。哦，说说贵事灭迹，是不是这门生再到江中当牢？难道找不到我儿尸体，就不能为我儿报仇了吗？师母啊，那对官何定中，对官何定中，何定中是对呀，你是忘恩美丽的身呐。上进天相也为不是。要想也可取你无上好先成主。老夫人临走，发来的语。老夫人发来的，难道此案要断送我？情真。待惩罚，待让惩罚。
落得去，你们快将灰色灭军的贼鱼从这里找来。好似只是并无阴谋。刚才讲过，你怎么忘了？哦，是失过了啊！哎，失过了，下去。有招无招，无招！哎呦我，打！是。哎呀，上头！哎呦，儿啦！不来侬三条命，真诚宽，他当自唱传书信。是
成，燕成，你又在夸你的鸳鸯锦了。小子思念家乡，思念丧亲。他思念的是这个吧？燕成，你对这金凤姑娘是逢场作戏，还是真心相爱呀？是真心相爱。那么你想她平安无事，还是要与她喜结良缘？平安。好，于是立即派人送你回家，向你父母报告平安，告诉曹幸福撤销查询。这样，你为辅助你的王生公子，他为队伍店卖他的队伍，两相平安无事了啊！说，我要与他喜结良缘。办法倒有。除非你，为什么？除非你死了，死了。燕成，于是是叫你家长真的闷死了。是要叫我长做真的闷死吗？燕成，你的父一品当朝将门啊！将司令终身事来讲，他定要旁当鸳鸯，两里分成了成伤，是非仗义事。或许配鸳鸯。明天接你父母去，舍小金成见这杯小情啊母亲可以接到母亲，接到金凤姑娘了。哎，我对你说过，你已经死了。对，我已经死了。你呀！恩真离了
真要糟蹋，他都先来了。命他今见死。哎，为了死的风流哦，我是三餐不食，夜不眠。哎，哦，门生拜见恩师师母。你来做什？哦，门生这多方看过，师弟确实是看到金凤姑娘，这有什么？我儿怎会做出这种事来？哦，听众啊，好听众，我儿死得惨，想不到你还有污蔑于他纠缠之下。恩师息怒，案情确实如此，而且随着李都当大人来了，他也是这样认为的。什么？我儿的案情，你竟让李都当插手？哎呀，小爷，那一年武定中这种经事，你是总考官，李金阳是董考官，如今他碰了那个李恩师，怪下你这个老恩师盯上了。不，门生今日登门，也是向恩师师母禀告案情，而是替李都当大人转弯，他要来拜访相爷。相爷，李金阳来多管闲事，你要叫他下不了台。夫人，你在那后头等待，我事先自找。妈，我才躲在屏风后面，看看这个李金阳出什么团命的旨意。有请李都堂。是，有请李都堂。相爷，李都堂，你策应他贼来到朝夕，有何贵干呐？莫非听说我家出了什么事？你是来看热闹的吧？不，下官是特来问候相爷和夫人的呀。听说你也到朝夕，就研究起我儿的问题。我家的事何用你这样操心？这桩案子不寻常，不寻常，不寻常，非是谋杀，非是枪，哎呀，非呀是枪。年轻人也是慌乱起何样？他儿身郎才女貌本相当，倘若公子尚未死，倘若公子尚未死，与金梦正好配成双。相爷怎么样啊？这是做梦。唉，林公子尸体你呀找到，完全与可能。
世上，完全有可能，我是他。冰箱爷，傅先生，就算公子我这也拒不娶那个小先生。哼，匹夫元素，贵贱不配。我儿既是我这，就不曾见这桩婚事。哦，是事实嘞，这个媒我是做不成了，做不成了。相爷，既算是门为公子真不挖中，请相爷高抬贵手，放姑娘。好，慢。即使不杀他的头，我也要让他一家将老弟守存。夫人，不过李都堂，谁要我们放那女子和他一家出街，必须一我一钱。哪一句？这一钱他未必做得到，你也未必管得应。请讲。是他伤了我儿命，冤气不成心难平，啥有情风出老门？此非他天马带笑，带唱母子泪成冰是要进宫替你儿子随我寡？哼，这是对他的惩罚。哦，我明白了。你们不让年轻人握着镇上，却要进宫替死神填碑。填碑就填碑，我替进宫答应了。不过，相爷，你可不要反悔呀！老夫一言既出，岂有反悔之理呀？慢，我还不放心，我俩必须三结账。三结账就三结账，三结账就三结账。好，何定中，在你作证，将他一家中减重放出。是后定中，哦，这就他披麻戴孝。是。三结账。
爷夫人，今天是什么日子？今日是我儿被当成亲的日子啊！林公子摆当成亲，乃是他媳，怎可不孝啊？孝！信阳君王在上。我做最痛。
可醒醒啊，姑娘，你快睁开双眼，看分明。姑娘，你可醒醒啊！他们司机跑得快，你们是追不上了。李青阳，你玩我儿子！我何曾扣你儿子啊？我要到万岁那里告你去奉陪罪。
告李都堂特子骗婚。这倒要听听，这倒要听听。先传李金阳，是李金阳进宫。臣叩见万岁，李金阳万岁。丞相告你特子骗婚，你如何设呀？万岁，臣不认得他的儿子，乃是救他的儿子。臣没有骗婚，乃是丞相与我三结账答应的。有些明白了。宣老丞相、老高明进宫。宣老丞相、老高明进宫。李金阳，我曾先告状，请万岁念判李金阳。老臣夫妇拜见万岁。老丞相，听李金阳说，是你以三结账为凭，答应奉承儿与明玉郡王成亲的呀。呀，万岁！李金阳欺君罔上，当面说谎。老臣只答应那女子与我那死去的儿子陪堂，非同于与我那活着的儿子成亲啊！为什么不答应与活着的奉承儿成亲呢？哎呀，万岁！我儿名门他汉的，经常自贫不相称。老丞相、老高明，臣才，你们这个旨意奉承儿可以啊？儿子的婚事嘛，当然由父母做主。不必问他是非愿意。今天既然告到这里，这倒要先问问这对年轻人。李金阳，万岁，林梦成是不是陪你藏起来了？哎呀，万岁！臣将金凤和林梦成都带来了，还将蒙氏林公子的相子也带来了。好，传林凤成，传林梦成。
一子领功臣，请教父皇万岁！万岁！万岁！呀，在巷子里，哈哈哈哈哈哈！功臣儿，你父母不允许我再命你与秦王争取，你死后啊！万岁！为今我已在天旁头死，为今我曾做过我死神，为今我虽碰公子在赴堂，为今我后院抛家不归门。万岁！我看凤成儿是出了魔了，你快开导他吧！开导一下吧，不要紧，不要紧。传进凤，传进凤。金殿传呼一声声。断他的富贵，民女不断他的富贵，那么断他的珍贵，也不断他的珍贵。你既然不断他的荣华富贵，那么可领召门当户对之身，老臣相互老高明，为从中谢你的呀。是呀。只要你和奉承心断一切，我们二老为见你千金万金。景凤，万岁都死了，难道你还想抗旨不成？
讲啊！讲，万岁，不要把小姑娘笑歪了。万岁，你要听金翁讲真话，还是为笑啊？讲真话，讲真话。请万岁施策，此事金翁办不到。两杯汤，经过披麻受空分，月色磨难，心月间海枯石烂，不变心自非是公子，自己出来是一生。哦，你是说只要从春儿出来，当面说一声你俩分手，你就和他心团意气？哎呀，万岁！你快叫孟苍儿说一声，快与这小先生分手！好。孟苍儿，你快说吧！对呀，快说吧，快说！你大胆的讲，金龙，我爱你。老丞相，老革命，你们听见了吗？怎么样啊？绝不得已！啊！老爷们暂停接听，小爷们请读一下。王成儿，你父母不允许活着的你与金翁成亲，只允许死了的你和他拜他。如果你们俩万事死了，算了，你们要他俩，我不准上死成亲。这般不同情的死里问，死里问。
去，那一点比不上名门千万之金水。你身居庙登高位，这样做难道不好？生定心，老臣自愧。莫把那贫富贵贱太宽松，须知道皇帝也与茶情。万岁！这要是真正对我心也我龙翔之事，我用你担心，我用你担心。这下子背后通风，抽一把，抽一把。关键层次美好层美好也得心生真赏。一拜天地，二拜高堂，夫妻对拜。哎，慢！万与我。